自己中意嘅嘢，不斷去鑽研、參考、創新，最終有一日可以喺世界舞台上為香港發光發亮。為咗想我哋嘅演出更加特別、更加有節奏感，所以學咗跳舞，想將舞蹈嘅元素加入跳繩入邊，不斷訓練，每日就淨係瞓得3-4個鐘。不過去到宣布世界冠軍嘅一刻，覺得一切都值得嘅，唔係因為個獎牌，而係因為世界對我哋嘅肯定。夢想唔可以口講無憑，係要身心力行。每當我哋訓練到好攰嘅時候，之後我飲啖水就想繼續訓練，爭取每一分每一秒，去不斷突破自己。同師兄一齊訓練，見佢哋嘅時間仲多過屋企人，個關係就好似親人一樣。同佢哋訓練咗8年，喺呢8年入邊，我哋攞咗3個世界冠軍。雖然咁講有少少矛盾，但係跳繩入邊呢，最辛苦一定係要說服自己同自己講，一啲都唔辛苦。因為就算好似我拎個世界冠軍都好啦，其實我都經歷過失敗嘅。最緊要係輸得起，打不死。咁我覺得最辛苦嘅一個訓練就係速度訓練，因為速度訓練佢牽涉咗一啲額外嘅體能訓練啦，而佢自己本身係一個機械式而沉悶嘅一個訓練，咁就好辛苦嘅。咁呢種辛苦就成就咗呢個摩打腳。大家唔好覺得乜嘢都冇可能，只要你肯一步一步咁樣行前，就會慢慢行近你嘅夢想，就會慢慢知道所有嘢其實有可能嘅。我叫周永樂，我叫劉浩南，我叫黃啟明，我叫何柱霆，我叫沈寶恒。香港土生土長， 700萬個古仔，成就一個香港古仔。